中海環宇天下125平方，4房2廁，4間房加客廳都係南向。入門嘅位置，天山主女門，玄關鞋櫃。我哋今期睇嘅呢個單位係交標啊，咁仲有一塊全新鏡。入門嘅左邊呢，仲有一個採光窗。全屋都係日立嘅中央冷氣，飯客廳同寬都有4.5米嘅開間。廚房有個中島台，開放式廚房。櫥櫃金屬拉絲面板，西門子3件套，配嘅係洗碗機。咁仲有大星盤、抽拉式龍頭同埋熱水爐都係交標嚟嘅。我哋過去睇睇客廳嘅景觀。前邊係馬騮洲山體公園同埋磨刀門水道，前面望到橫琴大橋、大小橫琴山睇晒，左邊仲可以睇到金融島、IFC。我哋去睇睇休息區。第一間房，客廁，企缸係做咗3段式嘅趟門。第2間房，第3間房，全部都係同客廳嘅露台同向嘅。睇返我哋套房、套廁。主人房、休息區兩面採光，景觀非常之好，全部都係南向啊！我哋呢個朝向。有興趣約 Billy 睇樓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